接续镜头咱来看新竹，即卖疫情要当地咧滚价。新竹的竹东镇公所按算要伫咧6月份的临时会规划5000万的预算，要来买50万支的快台汽车。若是有顺利通过，在地民众就会当领到5支免费的快台汽车。民众等要买快台汽车，排队一排落，定定就是半点钟以上。新竹县竹东镇公所规期准备在6月中免费发快台汽车予民众，只要是4月30进前户口设在竹东，每一个人都会使领到5份。疫情真的是扩散得非常的严重。那在这边呢，我们如果采购顺利的时候，会在6月中旬，我们就可以发放到我们乡亲的一个手上。依照目前镇公所统计资料，符合领免费快台资格人数有98000多人。消息一出来，不少外地人听了真新鲜，不过也有人嫌上慢。当然羡慕啊，因为大家都是花时间来这边排的。太慢了啦，发这个有没有？早就要发了，到现在才来那个。镇公所准备采购50万份的快台汽车，总经费差不多5000万，按算对社会救助预算支出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